疾管署宣布讲，即阵6个月大还未满6岁囡仔，若准注过2档的Moderna疫苗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就会当去注新配方次世代疫苗，大约有13万的囡仔合资格。有诊所医师表示，最近疫情是搁开始拖，常常看到一个人确诊，就为互规口罩，呼吁民众就要赶紧带囡仔去注预防针。新冠疫情搁提悬，定定是一人确诊，专家染疫。基层诊所医师表示，虽然疫情已经降级解封，不过新冠病毒并无消失。尤其最近母亲节聚会活动变多，加上 Omicron 变异株 XBB 已经占4成，免疫逃脱能力强，民众中和确诊的几率会增加。我昨天就看了快10个病人是确诊者，真的就是现在确诊者还很多啊。而且有时候一个人传染就全家一起感染，有些人是第2次确诊的。医师表示，吹暗冷放冷，加上天气热，真侪民众喙暗时挂袂调，增加传播的风险。好在在这波患者大部分是轻症，而且为增加社区群体免疫，疾管署也宣布，为5月16开始开放6个月到未满6岁莫德纳疫苗完成基础剂幼婴，应注莫德纳次世代双价疫苗，差不多有13.4万的囡仔符合资格。如果打这疫苗，如果对小孩子他的就是对于病毒的对抗会比较有帮助的话，我们会考虑让他打这个疫苗。有感冒，但是快筛过是阴性，所以也是在观察一下啊。疫苗可能就再考虑一下，因为目前还没有想法。疾管署强调，公费新冠疫苗会继续进行，大人应透过各地卫生局官方网站、甲学用院所有业来做，提升保护力，也提醒家长。囡仔注次世代疫苗，爱甲前一期疫苗隔12礼拜以上，而且5月开始，院所注疫苗应收挂号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